青天乐飞，大家来相飞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甜心朱海军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平。又来咯，向前同乐飞咯，拿獎金嚟咯，紅包準備好嚇。今日千歡喜。平常是冇歡喜嗬。唔係，今日非常特別。哎呦，用辦公咧，唔要面目嘅古怪咧。我冇啦，今日出頭。唔係啦，唔係啦，今日先唔老唔講，我係評審先生介紹聽就啲咧。來，介紹。京劇歌王鄭宗偉先生。鄭宗偉。木頭先生總丕順先生，台北木偶劇團舞台戲主演吳三傑先生。今日有唱到那個京劇歌王，哎呦，來表演啦，係啦，來表演嘛，哎，唱歌哎，唱歌呀，這個我愛聽，這個我愛聽，那其他人嘛上堂咧吼，係啊，阿陽就夾夾來分享那個鄭先生帶來嘅新歌嘅表演。基本夜夜打坐，我思緒上班，基本夜都注定沒事上班，基本夜的下去，我都想上班，若未答應我上班，馬上上班。基本夜夜打坐，我思緒我睡魔，基本夜都注定也沒想我睡魔，基本夜的下去，我都想我睡魔，白月了卻不說睡魔。我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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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許黑白就不想睡嘞。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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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許下半日兩三點嘞。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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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我是死了死硬嘞。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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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掃走我把酒紅沖嘞，紅沖嘞。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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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許黑白就不想睡嘞。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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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許下半日兩三點嘞。愛掃走嘅阿母啊，聽錯愛，夾夾睡夢嘞。快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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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好，鄭宗偉，對，有來咧，係啊，用版哦，一叫冇來，一開始要跟他唱快戲，這首是你主打歌嗎？其實係我跳來做工商室嘅心情，當年嘅心情，係因為按不跳會做音樂，早上又要這個寫程式，面對電腦，所以今天都想睡夢，都唔想上班，所以撈。一種心情寫下來，哎，其實還蠻特別的。剛剛的編曲呀，我以為你剛剛的音樂真的有壞掉，因為我搭播到，對，很特別，很特別，蠻耐聽的。好哦，金斌一啦，好，當然啦，宗偉的歌聲還有他的才華，不用多說了嘛，對不對？所以金斌要麻煩宗偉要擔任我哋呢評審先生。好，冇問題。我記得金分數啦。哦。好，因為金本書章做得兩獎金啊。來，好，過來介紹評審先生啦。好，係咪看天做啊？哦，看天做，快些哈。我介紹佢啊。介紹佢哋哦。哦，快些啦哈。哎呦，我哋看下來看天做嘅表演。
含水炸表演体由评审颁分数，3位评审每个人各有50点呢，每10点呢代表奖金100万元，系讲得到满分50点，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咯。众赏鼓励，谢谢佑心，好可爱哟！来跟大家问好一下，佑心。大家好。就这样子啊？你这样子吹那么久，整首歌嘴巴会不会酸呢？还好。你学这个多久了？1年多。1年多。为什么会想学这个口风琴？那么多种乐器。因为那个当初姐姐先加入，然后看起来很好玩，然后所以我跟着加入。那姐姐觉得好玩，那你觉得好玩吗？好玩哦。你会继续这样学下去吗？会。哦。你学这首《豆豆龙》，学很久了吗？还好。这是你喜欢的歌，对不对？OK， 好。好棒。按 C 你呢？嘿呀。然后拿着两把口风机在那边吹不太敢弹啊呢。切莫简单的啦哈。唔错。来弹下评审欣赏嘞。好，来有请那个欣赏。3年级啊，去到推动13音停，唔会准呢，修唔会准，台风很稳健，这个就第一个赞。再来第2个，小小的嘴巴，然后吹2把口琴，第2个赞。谢谢。然后第3，那个口琴啊，因为放在嘴巴这边，我听把爱弦呢，爱弦呢，看得到嘛吼，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顿来为底，口琴滴哆来咪发嗦拉西哆。凭感觉，凭音感。凭音感，凭感觉。所以我刚才听，想抓看他有没有吹错音。有抓到吗？好像一点点呐，但是完全听不出来。小孩子的音。台风很稳健，厉害，水。好，所以再给你第3个赞哦。继续努力好吗？加油！下次再来，几点集越多赞，然后奖金越来越多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尽量争取啦，好了。几点？好啦，看分数啦。接下来谈那个什么评审欣赏吼，本那个小朋友吼，得多几多个分数嘞？看分数。来。这个是
孔雀嘴，这是孔雀眼。我刚这样子看过，我想说，是会冷吗？得到几多嘅分数咧？看分数，来，老师来。评审欣赏做第呀，哎呦，11分。你知道可以拿奖金的吗？多少钱你知道吗？2000。好，妈妈会搞。下次再来好不好？好。跟姐姐来。好 ，OK 吗 ？OK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下一组的表演。送上鼓励。哇，老姐，要微妙主持人哈。冇你讲，冇你讲。唐公很细，差唔多8、9岁时节，就聽到阿公睇下學一個矮hand嘅係咪？係，我從9歲開始學習呢個弦傳統弦樂。哦。呢個弦呢非常嘅特殊哈，係從我公嘅身上傳下來。所以，阿公嘅弦呢都係上岸嘅。係。阿用來請問一下，你幾多歲？這一支琴有100年的歷史了哈。哎呦，好犀利哦！多歲啊！阿公你好，阿公你好。乜嘅啦？阿泰。阿泰耶。哎呀，好聽呢，跟那個剛剛那個曲風哦，在那邊拉的時候，我覺得越聽越想哭，但不知道在哪裡，似曾相聽過。哦，苦情版的，對不對？哦，呢係苦情的片版。哦 ，OK。一重呢哈。可後重，而且它比較不一樣的是，它頭重腳輕。一般的胡琴是，對，一般的胡琴是這邊重，底下重，它剛好是顛倒。頭重腳輕。你可以拿看，你就知道了，它的施力點不一樣。對。
好，那你就交给他就好了哈。刚刚呢就来谈呢很中比先生哈，然后这个把歌塞的，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谈俩爱hen的上哦，其实今天很温暖的，而且真的就是轻重缓急，还有哦，我觉得真的是，而且要真的非常动力回音长都在独奏，嘿，因为平常时间嘿这个跟着这个乐团嘛，然后客家鼓啊，用强下来真动力会，应该摸，很佩服，羡慕。好，那就来看分数喽。好，哎呦，有请3位评审先生哈，本人那个刘先生得到几多个分数？看分数，老师，来再来，恭喜，旋风，那我就帮你拿着了好，拿好，然后刘先生这里得到奖金2000块了。那我们就跟着他，看下来看下一组的表演。
个仙女下凡来啦。嘿呀，是不是？曼妙给5只。哇，每一只都是相当幸运的孔雀。对不对？嘿呀，指导老师你好，你好，主持人你好，我是亚军艺术舞蹈团的指导老师，也是艺术总监。是，嘿，各位大家好。哦，评审好。对，好看吗？每个欣赏搞出来是每个学生有身材就是身材曼妙，曼妙，每个都笑容满面的。对，还有，谢谢谢谢。老师有没有出国去表演？应该有过。在教啦吼，台湾有人蒙来呢。哦是。伊讲，加个3万奖，迄一格个么？我你爸都演一格哦，一格做的哦。嘿，那一天那一格个嘛，所以演你俩班哈，说真的是。韩国籍的啦，先录，谢谢啦，谢谢我们廖老师，真的很用心，然后每一个动作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美，谢谢谢谢。我想要抓哪一个没有做到，抓不到，而且他们的手指头呢，你们的手指头好细，那个 detail 好细腻哦，他那个叠是这样子吗？什么都做这个细节，这个是孔雀嘴，那孔雀嘴吧，对，我刚这是孔雀眼，我刚这样子看过，我想说。是会冷吗？可是我看了你之后，我又在看他，哎，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哎，在吃东西啊，我孤陋寡闻了，记得跳到当夜琴，真的好哦，吃东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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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夹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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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夹到宽粉数，夹到宽粉数，好了，夹了宽，谢谢谢谢，木头，有吗？于老分，哎呦。满分！哎呀，谢谢，奖金拿出来，奖金拿出来，奖金拿出来，谢谢。你要慢多，不拿多涨，我怕多涨了嘛。他把2个了，可以啊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哎，他一整2个了，好不好？下次跳不一样的，还有什么？可以啊，还有什么？可以先很多菜，很多菜是不是？榴莲，喊一整张来。好的，好的，我指定你们喽。好，谢谢啦，谢谢。哎呦，电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你看到冇？你看到冇？好看冇？人哋係唔係上我嚟表演啊？夾緊那天翻嚟報名哈！冇錯，點可以更加神秘評審現場，還有點可以嘅表演者，還有電視機前嘅觀眾朋友嘅收看咯。詳情同樂啲，開打大上邊，人哋下次見，謝謝，謝謝。